又结束了寻找自己的一天，但是今天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，我好像开始找到自己了，因为我发现我有点 F3，但是 F3好像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 F3我才能更加了解自己，同时我也更加确定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大人。겹친 게 뒤로 튀니 고발라